僕人敬聽三代經課6月1號啟示錄22章12至14節、16至17節同埋20至21節。看啊，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每個人所行的報應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開始，我是終結。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們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我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了眾教會向你們證明這些事。我是大衛的根，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聖靈和新娘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要說：來！口渴的人也要來，願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證明這些事的說：是的，我必快來。阿門。主耶穌啊，我願你來。願主耶穌的恩惠與眾聖徒同在。阿門。呢段經文係講主耶穌應許佢快將再來，並且按各人所行嘅報應。佢係開始同結束賜生命水嘅主。蒙福者係嗰啲洗淨衣裳並且進入聖城嘅人。聖靈同教會都等待主快來，亦都邀請渴慕者前嚟領受白白嘅生命水。經文以主嘅再嚟同埋恩典作結，提醒信徒盼望並且預備主嘅再臨。當中有兩個學習嘅地方。第一，主再嚟係真實而且迫切嘅盼望。重複，主再來係真實並且迫切嘅盼望。第二，救恩係白白賜下，但係需要人回應。第二，救恩係白白賜下嘅，但係需要人嘅回應。反思問題：我哋係咪每日都活喺主再來嘅盼望之中，預備自己迎見佢呢？我再講一次，我哋係咪每日都活喺主再嚟嘅盼望裏面，預備自己迎見佢呢？實踐行動。每日以一句禱告講：主啊，我願你來，培養末世嘅警醒心智啊！我重複，每日都以一句禱告講：主啊，我願你來，去培養末世嘅警醒心智啊！讀經分享，今個星期係教會年復活期嘅最後一個主日。亦都係用《使徒行傳》作為第一段經文，《啟示錄》作為第二段經文嘅最後一個星期，亦係讀到《啟示錄》最後一章，即係全本聖經嘅最後幾句說話。主必快來，自然係重點，自必然要帶住期望、喜悅、信心去宣讀出主耶穌必定快來嘅應許。好多時我都會諗到，好似昔日以斯拉重建聖殿之後，宣讀律法俾一眾被擄歸回嘅以色列民去回憶佢哋世世代代咁被拯救同保守嘅歷史，的確係一句都唔敢忘記嘅，係帶住前人嘅血與淚去宣讀出嚟，叫人要銘記上帝赦免佢哋昔日所犯嘅罪，今日依然拯救嘅赦罪之恩。今日我哋再讀主上帝最後嘅默示，主必快來嘅應許，就好似係帶領一班等待主再翻嚟嘅信徒，再一次回想神嘅應許，實在應該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感受。你能唔能夠感受到啊？深盼聽我哋讀出嘅人都能夠感受得到。今日嘅特別字當然就係 Omega 俄梅戛個戛字啦。以前通常都會聽人讀做加，即係俄梅戛咁樣，
但係 check 翻個正音應該係 GAAT 3，就係 GAT 先係正音。同時間揾埋聖經公會嘅網上聖經，聽下粵音讀出嚟都係咁讀嘅，就知道冇錯啦。下次遇到唔識讀嘅字，就記得咁樣雙重驗證，就十拿九穩啦。如果你喺今日嘅經文有咩得着，或者對讀經想同大家分享嘅，歡迎你留言啦，我哋一齊討論下，彼此造就，願主祝福大家。